Hello，大家好，嚟到2025年啦，喺 AI 嘅世界咧就發展得非常之咁快。雖然依家先至係3月頭、3月中左右啦，但係我哋已經喺1月份嘅時候，DeepSeek 已經出咗嚟。2月份嘅時候，XAI 嘅 Grok 3亦都推出咗。3月份嘅時候咧，ChatGPT 亦都係 update 到去到4.5嘅版本。而且喺3月初嘅時候，全世界第一款嘅 AI 代理 Manus 亦都出咗嚟啦。咁如果大家對 Manus 係有興趣嘅話，我之後亦都會再拍片同大家講嘅。依家 AI 工具就有好多啦，但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乜嘢嘅 AI 工具佢哋擅長嘅地方喺邊度，弱點嘅位邊度，而邊一款 AI 嘅工具先至係最適合你呢？今日就會同大家介紹依家市面上最受歡迎嘅5款 AI model 啦。第一款就係 ChatGPT，第二款就係 XAI 嘅 Grok 3，第三款就係 DeepSeek，第四款就係 Claude 3.7，而第五款就係 Google 嘅 Gemini。好啦，第一款要介紹嘅就係 ChatGPT，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聽過㗎啦。元祖級嘅 AI model，應該有好多人第一款嘅 AI 產品或者 AI 工具就係佢嚟嘅。當時應該2年前香港出嘅時候，仲要驗證埋手機啊，就會比較煩少少。依家手機就唔使驗證啦，但係如果你係想要買佢 Pro 或者 Plus 嘅服務嘅話咧，都係比較麻煩嘅。不過依家上網已經有好多教學，大家都可以上網揾一揾就可以啦。如果大家想要一個更加 detail step by step 影片嘅一個教學嘅話，都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我之後就會另外拍條片出嚟。咁 GPT 對比其他 AI model 有啲乜嘢好處呢？其中一樣嘢或者係佢嘅特點啊，我覺得可以算係個 GPT 嘅一個 function 嚟嘅。咁佢 GPT 係啲乜嘢咧？就係其他人已經寫好咗或者 tune 好咗嗰一個模型，咁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到用啦。譬如可能喺學語言嘅嘢，又或者你係想要一個旅遊指南，又或者係八字啊、塔羅啊、編程嗰度啊，你有問題嘅，你就可以直接問佢，就唔需要好似其他嘅AI 語言 AI 或者係 AI model 咁樣，你需要先餵咗一大堆資料俾佢。咁又或者你亦都係可以事先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嘅一個 GPT 啦，你就可以餵定一大堆相關嘅資料俾佢。咁之後去到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就可以識得 base on 翻你之前餵咗俾佢嘅資料，去到生成翻你想要嘅內容出嚟。而 ChatGPT 最近亦都推出咗4.5嘅版本啦，主打就係善於理解同埋生成比較自然啲嘅語言。譬如佢可以提供一個更加有同理心同埋上下文連接嘅一個回應，咁適合咧就係平時嘅寫作同埋日常嘅對話嘅。雖然話就話呢款 model 佢可能喺對話嘅真實性，又或者係幽默感方面係會有所提升，但係整體嘅表現依然係未達到市場對於 OpenAI 一個比較革命性產品嘅一個預期。但係ChatGPT 煩就係煩咗你喺香港係要 VPN 先用到嘅，同埋要買佢嘅會員都會比較麻煩少少。而第二款要同大家介紹嘅就係 Grok 3，佢最近由推出咗之後啦，大家對佢嘅討論度都非常之咁高嘅，同埋應該有好多人都係由 ChatGPT 嗰度轉會去咗 Grok 3嘅。咁就同大家講下 Grok 3嘅優點係乜嘢啦。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 gen 嘢嘅速度非常之咁快，對比翻 ChatGPT 嘅話，你係好明顯見到佢彈出嚟嘅嗰一個速度。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 Deep Search 同埋思考嘅 mode 都非常之咁犀利。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唔係講緊佢可以即刻上網幫你揾資料啦，上網資料好多其他嘅 model 都可以做到，而係喺佢 Deep Search 嘅時候，佢係會有成個界面、成個腦咁樣，你真係可以見到佢由接收到我哋嘅 prompt 之後，佢成個思考過程係點樣，佢分析咗啲乜嘢嘅因素之後，去上網揾資料，揾咗啲乜嘢資料。咁我哋有咗佢成個思考嘅過程之後，就可以 base on 翻佢呢個過程，去到教翻佢點樣去到做嘢。佢思考個模式，佢個思維係應該點樣去到做，就有助於我哋一步一步咁樣去做 tune 到佢成個 AI 就變到係我哋想要嘅嗰一個方向。同埋佢喺香港用嘅話就非常之咁方便，因為佢唔需要 VPN，直接上網就可以用到。而且你課金想做佢會員嘅時候，都係直接買咗得，唔需要好似 ChatGPT 咁樣，又要外國信用卡，又或者係又要 App Store 轉地區嗰啲咁麻煩。不過唔好嘅就係佢會比 ChatGPT Plus 貴咗10蚊美金嘅。不過呢個我相信大家都係可以接受嘅價錢嚟嘅。而第三款就係中國喺1月份推出嘅 DeepSeek，佢嘅對比其他嘅特點咧就係免費使用，
好似其他 Grok3 咁樣啦，雖然佢都係免費使用啦，但係佢會限咗每日我哋嘅用量嘅。但係 DeepSeek 咧，佢就冇呢個係限制，只不過可能我哋喺用嘅時候，佢就會需要排隊啊，又或者我哋係需要好似 ChatGPT 啱啱推出嘅時候要 train 到好幾次。而且佢因為係中國團隊製造啦，所以佢喺中文嘅詞庫啊，又或者係語言方面啊，生成出嚟咧的而且確係會比其他外國嘅 AI model 比較好。另外咧就係佢係用咗 Matrix of Experts 嘅設計，睇咩意思咧？就係用少咗資源，但係佢嘅效果啊、速度啊，就聲稱其實係同 GPT-4o 同埋 Grok 3.5佢哋係睇齊嘅，而且用落嘅時候喺數學同埋 coding 方面嘅表現都非常唔錯嘅。不過喺長篇嘅文章啊，同埋佢嘅語言風格方面咧，就一般般啦。長篇文章嘅話，佢未必可以寫得咁 detail，而且佢用字嘅風格咧就會比較特殊啲。點樣講咧？就係會比較天馬行空啲。咁所以你就要用多啲嘅時間去到慢慢去到 tune 佢，就唔會係好似其他嘅 AI model 咁樣一出嚟嘅一個風格就會比較務實少少。不過唔知係因為佢 server 太爆嘅問題定係咩啦？有陣時候咧，佢個深度思考啊同埋聯網搜尋嘅功能啊，佢都會顯示係技術原因，所以就暫時用唔到嘅。而喺香港度都可以直接就可以用到 DeepSeek，就唔需要好似我哋用 GPT 咁樣係需要 VPN 嘅。另外 DeepSeek 咧，佢最大嘅一個好處就係佢係免費啊，而且係免費開源，所以性價比係超級高嘅。而第四個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 Claude 3.7，佢最犀利嘅就係佢嘅理解能力，無論你講嘢講到比較幾咁抽象都好，又或者複雜都好，佢都可以 get 到你嘅意思，然之後再用一啲比較清晰親切嘅語氣去到同你交流嘅。除咗喺文字處理好方面啦，佢嘅 coding 能力喺3.7呢個版本亦都提升到令人覺得非常意外嘅一個水準。尤其係寫一啲比較複雜嘅商業邏輯，又或者係需要數據分析嘅時候，佢都可以比較輕鬆咁樣去到 handle 到。所以佢成個處理出嚟嘅時候，個條理都會好清晰，而且個註解都好齊全嘅，就非常推薦一啲需要用嚟處理商務報告，又或者係需要深度嘅內容分析，又或者係需要快速 coding 嘅一個工作。另外嘅一個優點咧，就係佢仲會主動咁樣同你確認成個答案係可以點樣去到改善啦。呢一個都係對比其他 AI model 嚟講係比較出色嘅地方。不過喺香港度用嘅話咧，都係需要 VPN 同埋 SMS 驗證，成個複雜程度其實都係同 ChatGPT 一樣啦。而第五個想同大家介紹嘅 AI model 咧，就係 Google 嘅 Gemini，佢主打嘅就係跨模態分析，基本上大多數嘅資料形式，譬如係圖片啊、語音、影片、文字，佢通通都可以搞得掂嘅。而且 Gemini 嘅即時互動感非常強啊！當你抌一張圖片又或者一段影片入去，佢即刻就可以好準確咁樣識別到佢個重點內容係喺邊度，再用啲比較簡單直接嘅方式去到回應翻我哋嘅訴求。所以無論我哋係做內容策劃、市場分析，又或者係多媒體嘅創作，用起上嚟都非常順手，速度快之餘咧，亦都係準確嘅。不過佢俾嘅答案咧就會係比較偏向穩陣派，就會少咗啲驚喜感咯。所以喺創意方面咧，佢都仲有幾大嘅改善空間嘅。不過香港用嘅話咧都非常方便，直接連 Google account 就 OK 㗎啦，或者用 Gmail login 都可以就搞得掂。但係當你 upgrade 個 plan 嘅時候，就需要用到 VPN 嘅 service 先可以做到。咁所以都非常適合香港嘅用戶去到使用。